大家好，今日帶大家行大邱嘅藥令市場醫藥博物館，喺半月堂站行出嚟5分鐘就到咯，係唔使錢入場噶。參觀之前記得下載佢中文嘅 audio guide，又係唔使錢噶。照片所展現的大邱藥令選址面積，入邊有好多模型展示古朝鮮採藥嘅情形咯。哇，兄台你個墨像好似將軍令咁樣喎。我從來未聽過咁亂嘅墨像啊！你聽到啲乜嘢啊？將軍令啊！咩話？佢哋有將韓醫嘅故事製作成小朋友中意睇嘅動畫哦，有展示以前韓醫嘅醫書，仲有展示唔同藥材嘅標本哦。大哥幫我睇一睇我嘛？係咪唔適合翻工啊？呢度有教你配藥去做各種唔同功效嘅中藥湯哦。行完有得試飲中藥湯，有漢服體驗，好玩咩？好玩啊！好玩。帶小朋友或者老人家嚟都好適合喎。